哈勒新年快樂！危希郵送，在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國、東帝汶、寮國、越南、柬埔寨、蘇里南等等，都係冇試過嘅。有啲地方嘅唐人都要過哈勒新年，或者係農曆新年，憑乜雞壓力，愛將哈勒新年改成春節或者係善春呢？用嚟要上去問，你所謂嘅春節係乜嘅意思呢？春天嘅節慶，用春天嘅節慶呢，唔清楚係哈勒新年天天，也要天穿日、拜天公、元宵節、春龍節、雙數節、寒食節、清明節，用而係到底講定乜嘅節日呢？俗語講過年太過天，而農曆咧就係要攝責天干，還要攝呢則天字主成嘅。六時甲子一旬飯，年會就係除夕，過去除夕。天二日就係年初日，用我哋嘅年糕還有年宵都係代表定年嘅隆重還有重要意義啦。用我哋憑乜計愛放棄哈勒新年還有農曆新年一則前夫咧？春天嘅節慶，用平平無奇嘅名稱，撐落去度完全冒出顯出年嘅重要意義。